堅固磐石聖經課程係國際創造事工最新嘅教學系列。第二部分我哋將會涵蓋以下嘅課題。第六課，上帝的良善。究竟上帝係咪判斷是非對錯嘅根基呢？有冇存在喺凌駕於人類之上嘅道德法則呢？法律係咪源自立法者嘅原意嘅呢？我哋會睇一睇呢啲課題。第七課，六日創造。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經咁樣講：但如果你無法理解這一切是如何在6天之內完成的，那就請賦予聖靈比你更博學的榮耀吧。地球的年齡。第八課。究竟有冇證明世界年齡嘅實質嘅科學證據嘅呢？我哋會從唔同方面去睇一睇世界年齡。第九課，各從其類。我哋會嘗試去檢視唔同嘅證據，找出相似性嘅模式，亦都會找出觀察到嘅變化，去睇下生物係咪各從其類。第十課，亞當與夏娃，上帝的形象。如果人真係帶住上帝嘅形象，我哋同上帝相似嘅地方喺邊度呢？我哋亦都代表住神，究竟神喺我哋嘅心目當中嘅心意又係點樣嘅呢？呢套嘅課程將會建立聖經一個整全嘅根基，透過33課嘅課程，帶領學生去全面了解聖經嘅歷史脈絡。特別我哋會着重喺創世記當中嘅真理，等學生能夠應對一啲經常挑戰基督教嘅一啲嘅問題，例如人類係咪從猿後進化而嚟啊？耶穌係咪從未自稱為神啊？等等嘅挑戰。學生將會學到按時間順序嘅聖經教學，深入理解整個聖經嘅敘事同主題，建立堅固嘅信心，能夠回應一啲嘅挑戰。呢個課程當中亦都會有好多益智嘅遊戲，一啲嘅複雜嘅環節嘅工作紙，亦都有記憶嘅工具、有趣嘅練習題，幫助學生好有趣咁樣去學習㗎。當中課程每一堂都會有學習嘅回顧啦，亦都會有討論嘅問題啦，亦都會有認出耶穌呢個環節，等佢哋知道呢一堂嘅重點，耶穌要佢哋認出嘅係啲乜嘢。33個訓練嘅裝備教師課程係非常之咁全面，由創造去到基督再來，萬物嘅更新都會涵蓋得到。喺澳洲呢個課程已經係開始咗㗎喇，有好多好好嘅評語，例如呢個課程非常之 comprehensive， 教高小初中嘅主日學係非常之有益處，亦都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根基。盼望你都能夠去參與呢個嘅堅固磐石聖經嘅課程，能夠去幫助你去裝備你嘅學生，去更加能夠守護真理。